大家好，我真的没有想到等等会在香港得到 IFPI 的10大销量的那个奖，所以谢谢IFPI Wow Music 还有我的唱片公司华音乐公司，然後當然要謝謝我的香港歌迷聽眾朋友。Thank you Olivia。其實咧，阿邦邦啊，我知道咧，每一個歌手咧，如果能夠一年出多過幾隻碟咧，都有啲難得㗎啦。但係如果每一隻都賣得咧，哇！真係簡直係天方夜譚啊！不過嚟緊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好犀利，因為咧佢就憑住2隻碟，就係無戀人同埋 Coexistence 咧，就已經佔據咗我哋2個席位啦。即係付出雙倍努力，有請何韻詩。呢一個獎係真係最開心嘅，因為係真係真金白銀，即係所有嘅歌迷去俾錢出嚟買碟嘅，咁所以呢2個獎其實都係你哋送俾我嘅，所以非常多謝我嘅咁多年嚟都支持我嘅歌迷，多謝你哋。邦邦啊，其實咧，我想問你啊，我哋細個嗰時咧有聽 Walkman 啦、Discman 啦，咁然後有聽MD Walkman 啦，咁跟住咧就變下，一路變到而家。我覺得咧音樂嘅發展其實真係突然間講到老土添，日新月異。你真係好熟讀我哋香港嘅音樂嘅演變歷史喎，所以咧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可能上互聯網咧聽歌㗎。我哋有一個獎項就係叫 IFPI 香港數碼音樂大獎2013 10大數碼暢銷歌曲，睇下邊啲歌可以攞獎啦。其實咧，每一位歌手咧，除咗可以喺錄音室唱歌之外咧，我諗佢係其中一個好大滿足感嘅來源咧，就係做音樂會。而且咧，如果可以錄低佢就好啦。馬上要頒發咧就係最暢銷本地現場錄製音像出品。每一次歌手喺台上面演出都係獨一無二啊！我知你早前都有開咗個演唱會，有冇錄低佢咧？我都有㗎，不過仲籌緊錢啊，因為我睇下唔知有冇得出咁樣咯。籌錢嚟到出碟咁大件事，咁下邊咁多唱片高層喺度，你應該籌下款啊嘛，去問佢哋。係啊，你咪講到我咁先得㗎。好啦，馬上請出另外一對朋友出場啦。好耐未攞過音樂嘅獎嚟嘅，咁啊首先多謝IFPI， 跟住同埋我哋嘅華納唱片。有Gary 啦、Tony 啦、Evelyn 啦，同埋所有同事嘅。咁亦都想多謝我哋嘅經理人 Amy Chan 啦，同埋一直支持我哋嘅 fans。Thank you。嗱，香港係一個國際性語言嘅地方，你用咩語言出碟都得㗎。俾你揀，你想唱一隻咩語言嘅碟咧？我話中英意法日俄都得㗎喎。咁犀利。不過我作為香港人啊，梗係要出廣東話歌啊。哦，咁你就要向以下呢班朋友取下經啦。有請 COSSTAR。首先要多謝 IFPI 頒呢個獎。冇錯。同埋呢一個獎幾特別嘅，就係講緊現場錄製音像啊。咁啊，亦都講緊係現場live performance 啊。咁啊，真係要多謝 IFPI 俾呢個獎俾我哋啦。同埋每一位真係有買呢張DVD 嘅朋友，同埋我哋嘅歌迷啦 ，CEO fans 啦。阿美琪，我想話咧，其實你唱歌咁好，有把咁靚嘅聲，有冇諗過錄一張發燒碟咧？我梗係有啦，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以前我心裏邊覺得啊，呢個未必係主流嘅一個出碟嘅方式，但係而家就唔同晒啦，因為咧佢哋嘅銷量咧都可以同我哋係齊名嘅喎，所以呢個時候我都想向佢取經，有請 Hi-Fi 天后陳潔麗。好開心啦！咁多謝支持正版音樂嘅每一位朋友啦，因為有你哋先至有呢一個獎啦，同埋多謝唱片公司環星啦，多謝 Music Mix， 仲有多謝用心幫我製作音樂嘅每一位音樂人，多謝。我係 Henry， 咁你可唔可以廣東話講下你嘅得獎感受咧？我好開心，攞呢啲獎。多謝晒你哋，跟住我首先要多謝 TVB， 同埋 IFPI， 同埋 Media Asia， 跟住我要多謝我哋個全部啲公司workers 點樣講？工作人員 ，yes， 同埋最後我要多謝我哋全部啲fans， 你哋真係對我哋太好，如果冇你哋就冇我哋，所以你哋一定要一路支持我哋。多謝晒大家 ，I love you。Thank you, Henry。
頭先咧，我哋就頒發咗咧10大最高銷量廣東唱片啦。咁究竟邊一張能夠成為我哋咁多當中銷量最好嘅咧？我就相信咧，佢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人才嚟㗎啦。不如我哋即刻去睇下啦。好，我哋先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先，就有請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先生 SBS JP， 請你上台為我哋頒獎。你好，唔該晒馬生，喺我手上咧已經有一個信封啦，咁就請咧馬生為我哋咧讀出呢一個獎項。IFPI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2013全年最高銷量廣東唱片得獎歌手係陳希怡。陳希怡咧嘅妹妹今日嚟到我哋呢一度，佢係陳楚貞 Crystal。請個頒獎俾 Crystal 先嚇，亦都 Crystal 可以同我哋講翻幾句説話。咁首先多謝 IFPI 啦，咁我代表 Sita 多謝各位嘅。咁我相信，因為我覺得呢個獎對於佢嚟講係佢同埋佢嘅音樂嘅一份肯定啦。雖然呢一個係喺 Sita 名下最後一隻碟，我希望大家會永遠記得佢嘅歌聲，因為佢永遠喺我哋身邊嘅。多謝咁多。跟住頒發就係全年最高銷量國語唱片。首先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商及旅遊黃浩源先生 JP 上台為我哋頒獎，有請黃生。唔該晒黃生，咁咧喺手上咧就已經有一個信封，希望咧你就快啲為我哋揭曉。IFPI 香港唱片銷路大獎2013全年最高銷量國語唱片。得獎嘅歌手係何韻詩小姐，恭喜晒！恭喜晒詩，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幾句？好開心啦，因為其實銷量喺我哋呢個年代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即係要去賣碟同埋真係要歌迷去繼續支持實體嘅 CD。特別多謝除咗我嘅唱片公司之外，希望可以多謝一路幫我去做設計嘅團隊 All Rights Reserved， 因為佢哋喺共存呢個碟上面，其實俾咗好多嘅一啲諗法同埋概念，令到我嘅碟由入邊去到外面都好完整，咁所以好多謝佢哋。多謝晒阿詩，咁呢個時候我相信大家好想聽你為我哋唱第一首歌。好，交俾何韻詩。馬上頒發就係全年最高銷量本地組合同埋全年最高銷量本地現場錄製音像出品。其實咧，我哋今日知道有咁多嘅碟王同埋碟后咧，我都好想知道究竟2013年咧全年最高銷量本地嘅男女歌手係邊個 IFPI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2013全年最高銷量本地男歌手，歌手名稱係林峰。我就代佢多謝 TVB 啦，多謝 IFPI 啦，同埋多謝製作呢一隻唱片。幫佢全年做音樂嘅公司嘅所有同事啦，同埋幕後嘅音樂人啦、曲詞編監啦，多謝大家，多謝。Thank you。好啦，咁跟住仲有咯喎，男仔之後咧，當然女歌手啦。冇錯。IFPI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2013全年最高銷量本地女歌手容祖兒。喺度要首先多謝 IFPI 啦，多謝我嘅唱片公司英皇娛樂咁多年嘅栽培啦，多謝 TVB， 多謝所有買我所有唱片嘅你哋。作為一個歌手咧，就其實冇乜嘢可以俾到你哋，就係唱多啲好歌。好啊！呢個時候咧真係非常之緊張，因為即將咧就要宣布咧我哋 IFPI 香港流行音樂文化歌手大獎啦。首先請到我哋嘅頒獎嘉賓先，佢咧就係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主席吳宇先生。嗱，講一講呢個獎咧，就係要頒俾咧就係領導我哋香港樂壇文化、帶領潮流對我哋樂壇咧做咗好多貢獻嘅人嘅。好，吳宇大哥，請你讀出 IFPI 香港流行音樂文化歌手大獎。特別榮譽，譚詠麟先生。好，有請吳宇大哥為我哋頒獎。多謝多謝。好，咁啊知道校長有好多説話同大家講咁，不如我哋將個台交俾你。少少啦。係。
再一次恭喜晒譚華祥。再一次多謝咧台上咁多位歌手啦，亦都特別咧要多謝 Johnny Yim 咧係為我哋鋼琴伴奏㗎。Thank you。喺度再多謝咧就係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咧為我哋核實今晚所有嘅賽果。呢個時候不如請埋我哋咁樣嘅主禮嘉賓咧到台上面有祝酒儀式，有請咁多位。有請。其實喺呢度咧，真係要特別多謝咁多位啊！因為咧冇咗你哋嘅支持，正版嘅音樂同埋正版嘅唱片咧，我哋都冇可能企喺呢度。所以咧，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啊！咁啊，除咗音樂人作多啲好歌，歌手唱好啲歌之外咧，亦都需要樂迷，最緊要你哋買碟咧，先可以令到樂壇更加繁盛嘅。冇錯啊 ！IFPI 嘅香港唱片銷量大獎2013頒獎典禮咧，經已圓滿結束啦！我哋下年再見啦！再見，拜拜。拜拜。